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國會啊啱啱通過咗一單好重要嘅議案啊，就係咧而家國會通過咗要援助烏克蘭，唔單止援助咁簡單，嗱呢個係啱啱㗎14號啊，即係琴日嘅啫嚇。呢個叫做安全援助計劃，2026同埋27年兩個財政年度，烏克蘭每年都可以攞到4億美元，唔係直接將啲錢打落佢哋嘅戶口，而係通過國防部同美軍嘅呢啲軍工企業嘅合同，將武器裝備就送去烏克蘭。好啦，咁啊，即係意思咧，嚟緊2年都繼續要支持。而烏克蘭駐美大使特別咧提到一個細節啊，就係法案新增咗一條規定，要求國防部如果打算限制同烏克蘭嘅情報共享，必須喺48小時內通知國會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要斷情報，就要經過國會批准。咁國會點樣批准呢？即係話嚟緊啊，國會會釘實呢個國防部，唔會俾你做任何嗰啲叫做咧出賣國家嘅行為。